2020年1月25日，大年初一，武汉实施抗击新型肺炎防控措施的第3天，决战江城之巅摄制组继续在一线拍摄。真辛苦啊！现在感觉人心惶惶的，做的时候也蛮怕呀，蛮怕被感染的。然后反正是，是有点这个事情有点严重，反正做的时候有点心惊胆战的。像我们接触的人太多了，每天有点反正还是有点危险性的。武汉今天还一直下着小雨，从白天到夜里，摄制组全天拍摄素材。